解放军宣布要展开联合利剑2024比的军演，总统府早起嘛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总统赖清德指示相关的单位应用，嘛强调讲面对外部威胁，有信心、有能力来守护国家安全，请国民放心。陆委会嘛指出讲，中国方面无看到赖总统伫国庆演说的诚意，强烈谴责中国无理性的行为。中国军方阁一摆宣布，伫台海附近展开联合利剑2024比的军演。总统府透早召开国安高层会议，陆总统指示相关单位应用，强调面对外部的威胁，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国家的安全，请民众放心。总统早上已经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指示相关单位进行应处。宣布之后就开始进行演习，跟国际法规的相关的规范要有预告是不符合的。那另外用军力来威胁其他的国家。这个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也是相互违背的。我们也会再仔细观察，说它会不会扩大，会不会延长？完全无视我政府释出的善意，也无视台湾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客观事实的存在，要正视台湾人民对于民主价值与生活方式的坚持。陆委会指出，中国无咧向赖总统伫咧国庆演说提出的善意，都来批评这是无理性行为。咱外交部批评中国是迫害区域和平稳定的人，称在咧起无空，呼吁世界各国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台湾，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Chinese are reckless, and 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if they mess with Taiwan, they'll mes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I hope that Xi Jinping hears that message because both for Taiwan and for our security throughout the region, we will not tolerate Chinese bullying. If you lie, your nose gets long, like Pinocchio. The Chinese lie all the time, and their promises are worth nothing. 基本上做这些事情呢，越来越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这种进行恐吓的行为，实际上，这个是19世纪的霸权行为。美国专家学者受到邀请来台湾参与陆委会主办的国际研讨会，因拢讲无希望看到中国军演，嘛认为讲中国想要吓惊台湾的人民，甲威胁民主的做法，效果会愈歹。记者综合报道。